唱。熊海峰唱的跟你一样好听，是吗？你想他了，你想他找他呀？他不是在蒙字吗？你不去找他？就我那个全民 K 歌里面有，但是要唱的话，他也只能到那个全民 K 歌里面去找那个伴奏曲，然后等明天晚上我把那个全民 K 歌微信登录了，明天就可以唱给大家听了啊。今天晚上再去好好的想一下啊。唱的很好听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没有，我们苗族有很多歌手的，他们都很优秀的，我就不行了，我被蒙你们很多的歌手应该大家都包，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。但是对于乌鲁哈的话，我连蒙的我都只在表，真的我都脑子懂，只要到只在表扬脑子懂了。唱得很好，知道。喜欢我唱的，谢谢。我觉得在唱浪的人家，我是90后，我都是老奶奶啦。我是叔叔。